好是乐乐棒球队，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要来这里开球，所以终于开到球了，很开心。刚刚是好球吧？是吗？对，是好球。谢谢。那第一次。以前的国小。是哪？丽园国小。台北。林口，我是住林口。林口。丽园。那你是什么位置？我之前是外野。外野哦。我是负责接球，乐乐棒球是那种软软的。对。所以臂力还不错。还可以。还可以。哇，真的。哎，我说算了，我就先退吧。那这是你第一次来球场吗？那感觉怎么样？就整个氛围。好，我原本以为会很紧张，可是因为在棒球场上大家都很热血，然后前面也看到啦啦队们，就觉得他们跳舞很有活力，所以我马上就感染上了那个气氛。第一次在球场发球，又第一次在球场唱歌。开球跟唱歌哪一个比较紧张？紧张哦，我觉得唱歌比较紧张，但是开球的时候我很怕投不好，所以那个也是不一样的紧张。开球现在做什么？开球刚刚就是在下面有跟捕手练习了一下。对，然后他说我投的很好。你还记得那捕手是什么？膝盖啊，就膝盖。张膝盖是吧？对，就是膝盖。练习的时候说你就能。对。哦，那你最喜欢的选手？那就是膝盖好了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膝盖。赞。膝盖赞，膝盖加油！1、2、3。膝盖赞，膝盖赞，膝盖加油！